对，你要抢，不是。哎，不用我的，用我的，全部用我的，我的比较高点析度，我要杂志这么高，我也是很高。面包给你们吃的单位。
真
对对对对对对。各位兄弟平安，咱即时咧来练歌，来领歌啦吼，咱来回正的诗歌。啊，咱今日唱的是637首，637首，上帝正经儿报主，互人知。哦。咱搁来唱第一节啦，咱搁来唱第一节一遍。
让咱即时来安静咱的心，静候上帝的话，就请作乐。伊啥物你拢总会做，伊好你拢总会拼，拢总会病。伊救赎你的性命脱离死亡，用仁爱甲慈悲做你的绵羊。即时，咱来起立，来信仰告别，用使徒圣经来信仰告别。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现行投胎，对十世女玛利亚出世，伫宾州比拉多林内受苦，见十字架死埋葬罗永府。第三日对世人中复活，就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平，伊咧个对遐个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神，共同信，共同的教会，信徒的相通，罪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这是请咱同心来祈祷。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我感谢学罗你，因为你的听，给予阮兄弟姊妹自集伫你的圣殿来敬拜你。因为伫早时，因为你的听，用你的身躯。来互定伫十字架，流出的血来洗清阮每一个人罪。互今仔相信的人，准趁你旨的人，会当得到永远的性命，甲得到天顶的产业。你爱阮每一个人会当互相相听，爱阮知足，会当照主的样式来行，求求阮人的软弱。我当遵从主你的话，互阮伫阮的行为上，也是伫阮的思想上，无当照主你的旨来行。求主你过一遍来赦免，求主的灵会使你刻刻来教示阮，互阮通过智慧、祈祷、甲读圣经，会当明了主你伫阮每一个人身躯顶所咧做的每一件代志，互阮搁较认捌上帝，会当来遵从主你的旨意来行，会当荣耀主你的名。我伫这个所在咧，为着阮的国家，为着阮的社会，为着阮的家庭来代祷，求主互阮的国家的领导者会当有智慧，会当来管理这个国家，阮的社会会当平和，阮的教会伫主的厅内面。每一个人会当同心为主的圣工
来努力。阮伫阮的个人上，有可能阮的身躯，也是阮的精神无拄好，求主你搁一遍来安慰阮，互阮来通过主的听，体谅着主你的听。阮也特别为着俄乌因的战争来伫此个所在来丧失诚侪性命，求主你也紧紧互咱得到和平，或者战争会当紧紧得到止息。阮伫即个所在来求求主，你的灵来运转，伫即个圣殿，通过蔡长老的喙来讲出的话，互阮明了，互阮会那个更较明知上帝你的旨意，互阮会当照你的话来遵探主你的话来行。愿咱感谢祈祷，奉主耶稣的圣名求，阿门。即天请圣歌队来学咯，今日咧学咯的诗歌是真美好。即时咱看上帝的话，记载伫约翰福音第7章16到18节。约翰福音第7章第16节，耶稣就应讲：我的教是毋是上帝家己，是上帝找我的。人若愿行伊的旨意，就会知即个教是对上帝出，也是我对家己来讲的。对家己来讲的，是求家己的眼光，独求找伊的眼光。迄个人就是真，也伊的内面无不义。这是请蔡长老来讲道，今日讲道主题是明白上帝的旨意。大家平安，请三个来祈祷。我主，我真感谢你，虽然伫风雨中，互阮会当到伫这个所在。主个真正办全照顾清气阮每一个人的心，让亚基圣神的充满，让圣灵充满着我们，让圣灵在这个会议中充满每一个人，在你的内心里面都有主你的慈爱、慈悲眷顾着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你看这平安，平安，请跟隔壁啊吼，大家请一个安尼，平安平安平安。
今日圣歌队唱歌有水无？圣歌队唱歌好不好听？你有做因唱啥物无？我本来叫伊唱，本来咧甲阮某讲咧，讲阮某真正水，真正水，看看讲无来讲耶稣真正水，啊，有影耶稣真正水，啊，阮某有水无？哎呦！哎呦！你们讲较大声咧，对哦。咱每一个生活都嘛真水，逐个因太忙做水。这是说恁采用这有水无？啊，水你也话来讲话足大声，对无？本来就是啊。那么讲伫生活伫上帝面前，我们每天的生活都是上帝的怜悯。我们今天要讲说认识上帝主义，捌上帝旨意。这地方恁有熟无？有熟无？熟不熟？熟，捌讲过无？捌讲过无？捌讲过无？互你看一个，旧历过年第一个礼拜，咱就是讲安怎认捌上帝旨，怎么认识神的旨意？迄种格罗西书，你要心里更新的变化自己，让神晓得你们是纯洁善良、可喜悦的，来查阅你们可喜悦的旨意，对不对？你袂记一粒嘛吼，不必烦恼，这是正常的。我甲你问恁，昨拜三，顶礼拜拜三阴暗，你食啥物菜？一个月前暗时，你某煮啥物物件你食？总是吼，咱安尼听，我们听讲道好几场，几百场，听一场，你大部分拢袂记住。但是灵命有成长无？有啊！就像咱每一个人咧食菜，爸爸妈妈煮安尼足辛苦，煮足侪菜吼，你拢甲袂记去安尼，总是有咧大汉无？嘛是有咧大汉啊！迄就是咧营养嘛，咱豆豆咧训练家己，互咱咧营养。所以今日用无共款的方式，下早欢喜礼拜，我放进入道。我想讲后礼拜我可能嘛去放进入道。我想讲有一日。看会当这入道，互我毋免阁放，看到迄个大家足欢喜的场面袂？很高兴的场面。乌克兰人呢问说，基督徒跪在雪地祷告会问一句话：上帝，你的旨意在哪里呀？你的旨意就对啦，怎么让我们这样受苦呢？他有咱的受苦嘞，上帝啊，你有看到无？这乌克兰的人，每一个人伫面前，伊是足善良的人啊。婴儿来不及长大，为什么啊？为什么呢？我要跟你好好相处，你为什么不能够好好相处呢？今晚在毛公贵之类的，我早上回来就跟他们讲，我们就是这个例子啊。谁要甲几只炉子，伊要甲加，伊甲反抗，伊甲告法官。我讲，伊给你伤害，伊现在给你伤害，我要咬他，他反抗我，所以他犯伤害罪，法官判如此伤害成立。你有感觉足熟的无？这足熟的呀！伫咱台湾嘛，常常咧发生啊，如此伤害成立，师啊无代志，因为师啊共教人是应该，伤害你互教，你唔点点互教，所以吼，有讲一句话。解铃人还是系铃人，不是两个巴掌拍不响。所以你乌克兰唔对，无然他别怕你。有时候觉得这不是莫名其妙呢，这是真实版的发生。生、老、病、死，人生四大苦。那你现在就艰苦哟，出事，大有啊大。像阮兜迄两只高山啊，我感觉讲奇怪，若为了遮高水的啦，叫蠓仔叮着，叮啊规个面。我咧想讲，毋知带伊处理，人讲家暴，这边接起来，迄边接起来，就种毋甘的啦，讲他毋叮我，这蠓仔小高歹心，要叮就叮我来叮阮去人家高山啊！为什么叮我的这两个小孙女应该叮我才对啊？可是他就不叮我呢？可能我的皮肤比较粗，还是血液比较不那么善良，他皮肤比较嫩。我当来时看到郭先生，会唔甘咩？当然唔甘咯。那即阵跟咱做伙伫念，知要偌好？
总是咱这颠倒较快乐呢。伊住伫风景足水的呢，伊结婚伊对了两个，逐日住查景偌好咧，啊，毋是两个做伙祈祷。咱今日看到迄个伊阮的妈妈，迄个曹正雄的妈妈，那么是大家做个别礼拜。上帝说了世间的劳苦，上帝吸了他在世上所有的辛苦。我们看到什么？许爱峰老师就在我们隔壁而已耶。他是一个生活的多彩多姿的人，他带小孩子两个去美国，然后带他们，陪伴着他们。他的生活很喜欢美，虽然是国文老师，很喜欢跳舞。他生活多精彩！昨天我们参加陈雪蓉姐妹、决南三玲姐妈妈在基良街的告别礼拜，我们看到成垢不变的得力，人有一次的生，还有一次的死，那是在世上。那么在历史上变水时阵，互咱会发觉讲，上帝用永生放伫咱的心肝内，将顶头生这永远活的物件放伫咱的心肝内，但是咱无当切度啊。有时候我们不了解上帝的旨意在哪里呀、我们要知道什么是上帝的旨意呀、本来有3个要跟各位分享，可是我看时间的关系，我们大概分享第一个。从耶稣的教训，我们认识上帝的旨意，因为耶稣说，他叫我差来的。耶稣的话就是上帝的旨意呀、耶稣用了很多的比喻，用这些譬如诶，伊咧讲上帝旨意是到底是啥物？咱那个一摆来了解上帝旨意是啥物？耶稣用3年半的久在这传道，3年半呢。我来中间教会，刚有3年啊，2年多了嘛吼。要有3年啊没有，2年哦呢。3年半嘛，差不多该结束啊。3年半上帝伫遮传道的时阵吼，伊甲咱讲啥物呢？伊讲恁要注意听啊！耶稣甲咱讲，我的教训是出对伫我，是出对啥物？找我来啊！出对上帝教训啊，出在神的旨意啊。那神的教训，我们是差遣我来的神的旨意啊。上帝教训对遐来啦，伊甲咱讲啊，所以耶稣上天的时候甲咱讲一句话啊，给我们的大使命。讲你安怎？那个9万百姓招万民呐，9万百姓来做我学生，做我的门徒，跟他们施洗感恩加洗礼，让他们归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可以归你背家圣神的名。我所吩咐的，你们要吩咐他们守。我会吩咐恁的，你的吩咐引去做，我会给你三到直到世间的落尾啊！所以说，吩咐咱的，咱今日伫遮就是要互相搁在这隐秘，互相在思考上帝维护到底要甲咱讲啥物？上帝根本讲什么？上帝的旨意是什么？神的旨意是什么？上帝说，出于神的，我们要顺从神的旨意。那来顺从上帝旨意啊！神的旨意是什么？我们不了解。我们查经，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人生有患难，谁没有遇到患难？有当时人讲我咧做艰苦的，有当时伫北城的中间讲上帝，我死就好啦，我活咧要创爱。总是上帝告诉我们，我要淬炼你，我互你受到这苦难，是我要淬炼你。马丁路德当初伊去95大罪状，人讲100大罪状，95大罪状的时阵，人讲你这个人实在是青梅如碰到青，什么都不懂。你可以当一个大主教你居然的去把人家定那个赎罪献这都不对，还指摘人家的不是，说这个上帝是属于大家的。尤其最后一句话，人人皆祭司，大家都当做这些，感谢大家都当传道。我好教一句话吼，无今日我无资格通徛伫遮吼，今日都来做神父带咱徛遮，我来做神父吼，你都无安尼。所以我你爱忍耐。咱每一个人在遐讲伫上帝面前先啊，人拢是扮演上帝角色啊，因为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啊，拢是君尊的祭司啊，是受精算的族类，做被拣选的族类，是圣洁的国度啊。咱伫上帝面前都爱知，咱每一个人拢是上帝祭司，咱每一个人爱训练传福音。你看咱拜五已经有大工伫遮咧做训练，要做传福音的经济，但拢要想着做传道的经济啊。那么讲为什么要来教会？原来是要来挖紧，是不是假？我们聚在这里，为了十字架，为了上帝替你我来受死啊！你该当体会到，你有啥物苦难？上帝替你担当。我甲讲，我靠路来有劲呢，我都咧行到足艰苦的。
我那头都还在嘛讲奇怪，上帝吼，可能是讲我停了脚远咧，我都脚都站会足痛的，啊！今仔日都行路都咧无啥，迄落倒找无位，搁找到足远的，倒找着停车位。啊，停车位不要紧的，搁倒来搁撞着一条大樟树啊，搁无落雨去，我甲伊透一阵风来，吼，那么贵的，感谢主啦！无我下早无食康乐味皮，爱带精神拢总来。上帝万能所拢也记啊，真水啊！那么就所以时刻来警惕我们自己呀、还用人传福音嘛？不过咱真正就是足趣味的，看到人都讲来，阮教会做礼拜，我就欢喜听这句话。每个人来亲近神，神会告诉你，你所遇到的短暂的痛苦，就是要成就长久的荣耀。孤等的荣耀，即阵你所受的苦，有一日你要承受那个永远的荣耀。所以每个人在神的面前要追求上帝的荣耀。所以今天我最重要的是要跟各位摆在上帝的荣耀。圣经告诉我们，人凭着自己说，跟你讲，我求家己的荣耀啊，唯有那差他来者的荣耀才是真的。那么求家己的荣耀啊，给错上去哦，口才足好诶，哦，我官做足大诶，哦，足有讲道，足有啥物？迄是咧搞侮辱呢，侮辱我。如果今天我讲的一句话就好，刺中你的心，互你的心刺伤掉。但是讲道的目的啦。上帝的话语在你的心里，所有的荣耀归于上帝啊！今天不是讲哦，弹琴弹了足好，书会了足好，圣歌对唱了足好，像就是属实应跟上帝啊。比如你若像我头拄嘛甲伊做唱咱快乐歌，你有足快乐的无？你惊带点头呢？你拢无快乐哦？那么在你上帝面前，伫下咱咧遇到苦难，总是咱咧。做伙时阵，咱在必须讲，上帝互咱有平安有快乐。你甲出面继续讲，上帝给你平安快乐，上帝给你平安快乐，上帝给你平安快乐。你要知道，我们在这里，上帝会给你平安快乐。Peter， 对不对？你不要躲着，我还是看到你，因为你太亮了，你的头。上帝给你平安快乐。我们在这里就是用我们每一个人在上帝的面前，不是荣耀我们自己耶。我们有什么好荣耀的？我们要将一切的荣耀归于神。4月9号，听说某个人要结婚，而且他们选的那个题目也很好玩。先预告一下好了，《天龙八部》那是很美好的一件事情，一个新生命的开始。所以我当时就讲说，咱教会每年就加2个，后年搁加3个，安尼5个。差不多搁3年后，得当组迄个足球队啊吼，咱得当来看迄个世界杯啊，就水诶这样代志啊，咱来求上帝荣耀啊，咱每一个人毋通是家己求家己荣耀啊，安尼咧亏欠上帝荣耀，咱家己讲我足够诶，上帝用的是啥？上卑微、最卑微的、最软弱的，上帝就让他高强。当你很诚心、很谦卑在神的面前，上帝就让你长大茁壮。你不要以为自己很行，只要依靠上帝。人的尽头是神的开始，人的紧绷是上帝起头。所以这个话啊，你爱记记啦。不管是少年大心肝内啊，天大地大，阿爸爸上大啦，天大地大，上帝最大。你有什么好骄傲的？有什么好？我多厉害？我写的 paper 多少？我发表上 SCI、SSCI， 我发表了多少篇？那又怎么样？你所写的 paper 有比任何66卷的圣经任何一卷更好吗？我在成大也当了10几年，跟他们混在那边混了10几年。我每次跟这些在研究生在口试的时候，在考试的时阵，结果都问他们一件事情。我说：你有没有真正知道你的 paper 的中心思想是什么？你这个 paper 里面最需要你的讲什么？你如果这个讲不出来，你知道 PowerPoint 在那边放，那个只是一个形式而已。你要真正查讲你所写的 paper 那论文里底是在讲什么？你以后要研究什么？那个后面那个才重要，不是你现在的 paper 发表重要。后面的才重要，你怎么让你的 paper 永远在一直发展下去？怎么才去做研究？
所以上帝旨意呢是基督的喜乐。你为什么会喜乐？如果你遵行上帝的旨意，你就会得到喜乐。这是很重要的。你不要让上帝旨意的时候，你当得到喜乐，和你当啦更像耶稣啊！伟大不是没有犯错。我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没有犯错。我来讲，我是最犯罪累累。保罗先讲，我是罪人中的罪人，罪魁中的罪魁。我犯的罪最多。我们说犯的罪可能不是法律上的罪，可是我们有时候贪心的罪啊。有时候我觉得好累的时候，说想说这个讲道能不能剪一剪？所以不好意思，我的讲道大概到昨天的就今天啊凌晨3、4点都还在改哈。然后之后觉得应该怎么样跟会友去分享。上帝结局无同款，咱看两个人，一是彼得，一是犹大啊。上帝无公平呢吼，耶稣嘛无公平。彼得吼是个莽夫啊，拢是3拜啊，3拜唔认主啊，主甲呼调3拜，你爱我吗？你爱我，你没有爱我吗？然后说不养我的羊群，然后最后那个结局是什么？你会为我而受苦，被钉十字架呢？拢是被3拜呢？那为什么对彼得特别好？耶稣偏心，有没有？耶稣很偏心嘛？犹大嘛大概出不1拜呢彼得不认耶稣3次那为什么对彼得比较好？又将天国的钥匙给他，他是第1代的教宗，第1代的那个罗马的教宗。那犹大呢？吊死掉。上帝不公平，上帝不是不公平，上帝要的是什么？悔改的心。你有认罪悔改，因为彼得知道他错了，他认罪悔改，上帝还是重用他，因为神看人不像人看人，神看的是内心呐。看你的内心是什么，所以神重用彼得，因为他知道彼得虽然满传，但是他有一颗爱主成真的心，他知道悔改，知道认罪悔改，认罪悔改在神的面前是得到怜悯的，上帝欢喜的。犹大咧，迄不是叫做悔改呢？迄敢犹大是安怎典型的后悔了？哎呦，我都莫安尼做就好啊！我若莫甲摕30两银哦，耶稣都没收定。后悔不是悔改呢，悔改重要在后面的改，不是前面的悔。悔改是改比悔更重要悔改，你有没有悔改？有，我有悔改。你看我好后悔哦，你还是没改啊？你还是我行我素啊？你的个性嘛是无改啊？你无真正的悔改，悔改是真真正正，唔能反悔了，还个开始从遐受耶稣基督的宽恕，慢慢将你训练到你的性格啊。所以天堂是充满悔改罪人哦。你看天堂那嘛是好人，好人得义人得去天国。圣经讲啊，没有一个义人啊。所以呢，天堂没有人才对，没有。天堂是那些悔改的罪人。那么第一是充满着后悔的罪人，但是他没有改。悔改的罪人，天堂接纳；后悔的罪人，就是下那地狱，永受永生之火。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我们因着耶稣而伟大，因着耶稣而荣耀，而不是我们自己的荣耀。不向自己夸口，人有什么好夸口？我现在最怕的是上新闻媒体而已。所以这个保期总队在机械室里面指明说蔡崇义委员要帮他申冤。我一看到，我赶快找一个人来当主查，排在我前面，这样我可以在后面。只要报纸我不要太凸显就好。对我来讲，名声已经不重要，不上报是最好的。名声不重要，因为我从救赎我们要了解神的荣耀在哪里。那我们主祷文里面说什么？国度、权柄、荣耀都是归于上帝的。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代代无尽。然后我们阿们，我心所愿。代代相传是什么？上帝的权柄荣耀啊！兄弟，因为你对罗马书8章28节，咱就搞读的嘛，我们都晓得万事互相效力，是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啊。什么叫万事互相效力？你我要彼此啊！我们为什么要小组？我们要互相效力，彼此勉励，在神里面更加成长啊！而是什么？更重要是什么？按他旨意被造的人呢？
我们是上帝所拣选的族类，我们是按他旨意被造的人。我们要叫他带他什么？要得着荣光啊！那称为义的人会因为上帝而得到荣光啊，得到我们的荣耀啊！我们要知道，我们因信称义，我们靠自己没办法得救，我们相信上帝称义。恩典不是廉价的恩典哦，恩典不是白白得来的哦，恩典你要珍惜哦，那个珍宝你要珍惜，你不要说，哎呦，我信上帝我就会得救。我只要相信，我就会得救。所以这个很简单的，我做完礼拜，你看我就是得救了，我就是在天堂得救。我告诉你们，天堂还是罪人，你要永远一步一步的更加跟上帝连接在一起，做一个重生的人。所以那个我们说什么？若有在基督里，那就新造的人，就是已过，都变成新的。然后咱伫基督内底对新创造的人，旧的代志已经过去，拢变成新的，都是新的。你要是个新造的人，你要检讨自己看看。哦，我以前脾气在做歹，我对阮太太安尼拄对，大声细声，我这样脾气。我信主以后，我改变家己呀。我记我伫新生教会时阵一个技术足者新面，我若去探访山，一定对阮去，伊得跟我一起去探访。但是厝里代志拢无咧做，伊一心一意为着耶稣。以供为着耶稣爱抛弃他的家庭，上帝有讲过，耶稣有讲过这句话，为了我而撇下你的子女者在神国里面得到荣耀。但是耶稣这种话最主要是说，看我比看你的家庭更重要，不是说把你的家庭完全就要舍弃。所以因神是唔捌食过因太太煮的饭。人讲你若开始要传福音，你如果要传福音的话，从你先生开始，牧师跟他讲完以后，他就真的回家。他说：“主啊，主啊，现在要主啊，主啊，让我先生能够得救，主啊，主啊！”医生一讲：“主啊，主啊，黄一姐跟我太太你们煮啊，我你们煮啊！我好久没听到你煮的东西，主啊，主啊，我好高兴哦，你终于要煮了。”他先没有吃过他煮的一顿饭。他说：“我都为了上帝的缘故，我根本没有时间煮饭。”先顾好你的家庭好不好？如果你的家庭都过不好的话，你要跟人家讲你是个基督徒，你是个多好的人，谁相信呢？你自己的家庭里面你都没有做见证，你说你是好人，你是最好的基督徒，谁能够相信？你不要做见证。讲两个阿某常常咧冤家甲我讲你来信主信主你对偌好拄偌好，讲你两个先改咧。你敢若对咱兄弟姊妹常常咧抢财产，为了你老爸分财产，加分100万给伊，两个吵架吵一辈子。要先求自己呀，在我们成圣的路程啊，是很曲折啊。你们想讲，我们敬拜上帝以后就一帆风顺，上帝给我们是一帆风顺，以后我们这辈子都是上帝给我们的一帆风顺，没有。神给我们的是曲折的路。但是你要相信他，因为这是一个成圣的过程。他那个过程是让我们什么得到荣耀，所以我们接受呼召啊。你要看什么？从圣经里面了解上帝的旨意。成圣没有捷径啊，神的话语怎么教导你？安怎给你教？你从神的话语里面，你去找神叫我们应该怎么做。神叫你们要做见证啊，在各个地方做见证，直到地极啊。从耶路撒冷、犹太、撒玛利亚遍全地，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你们有没有做见证？其实我们教会现在有很多弟兄姐妹来做见证，我都很感动。我们所看到的见证里面，都真的是生命上的一个见证。我们昨天去参加那个三玲姐的妈妈的告别式，雪红姐妹的告别式里面，有一段录影，如果有去参加，你们就看到有一段录影，她的妈妈在那边。他们把他录影，那段录影是让我很感动。他的妈妈大概知道他可能是年纪也大了，可能上帝给他的日子已经不多。讲啥呢？我叫你大家拢足三听声好，我来当来大家敬拜上帝主感谢主，咱大家伫主内面，他甚至引用诗篇133篇第一章，诗篇133篇第1节怎么讲？兄弟姐妹和睦相处是何等的美善呐！他就引用这个现象，你兄弟姐妹大家拢三听拢做伙，一个老母一世人所敬拜拢是上帝听，伊敢希望咱兄弟姊妹三听，伊所听才会你会三听，那是很美好的一个见证啊！多美好的一个见证！我们昨天在那边不是做一个告别礼拜，我们昨天在那边是一个听一个见证。
听雪红姐妹的见证，一辈子在上帝的面前，我们得到荣耀是上帝的防照，应要是上帝。我们说那个不是回光返照的返照，就是上帝给咱的几种应要。跟他讲，我们的荣耀就像我们如果服侍上帝，就像前面一面镜子，我们就看到我们的荣耀。所以一个基督徒啊，受到苦难的时候，你看到他是什么？感谢，笑笑的感恩。我遇到苦难会不会？这辈子太多了，打压太多了，诽谤太多了。人家问我说：“你怎么都笑笑的？”我说：“你要叫我哭啊，我当然笑啊！你要叫我哭啊！我说基督徒，我就是笑嘛。我相信上帝有一天会帮我伸冤，我相信上帝有一天会让我们得到公道。我相信上帝有一天会祝福我的后代，我相信上帝有一天会将他的平安喜乐在我的身上。所以，信为主而活的时候，圣灵会大能会让他们不犯罪。我们不是我们自己不会犯罪，而是靠着圣灵，我们不会犯罪。那在圣灵的大能之中，那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会得到那更大的荣耀。所以昨天我们一直参加这些告别式里面，我们最重要的知道，睡了，他们睡了，美女姐、国金兄睡了。有一天我们在天堂再相聚，是多美好！三莲姐今天要来，三莲姐妈妈睡了，有一天我们在天堂再相聚。那是很美好的一件事情，那是一个盼望。有一天我们在天堂再相聚，那个时候是不朽坏的身体，未朽烂的身体，咱伫天堂搁再相聚，那是真水的一件代志啊！所以上帝讲，我问题到我来赦免你啊，我的智慧要引来引出你，叫你要我是智慧的开端呐。那么敢家己熬啊？我咧初当时我伫中央教会刚开始来时，就是单长了。还搁伫遮的时阵，我伫中央教会，我开始咧考试，我讲拢无人知。我甲上帝讲，上帝，我足无时间的呢，时间足短，开我的脑。上帝就真的是把我的头脑开了，让我的记忆力变成超好。说真的，那个时候超好，现在不，现在有老年痴呆症已经差了哦，有失智症。那时候头脑非常的好，所以我考上的成绩也算很好，而且很侥幸，前面刚好没有人，所以我就第一个派去台北。以前都是第一名的派去台北，我就去台北，所以我没有经过候补，直接就派庭长了。我庭长以后之后就到新生教会去，我的美善就用来拯救你呀、上帝的美善。潘国华写了一首《良善的力量》，那个美善的力量在我们心理上滋长。那位兄弟在那种美善的力量啊，我的怜悯将供你使用，而我的荣耀将用来覆盖你。这是一个神学家布洛克斯所讲的话。上帝的美善将会来覆盖你，我们看到的，因为我是念法的，所以这是大法官。这大法官就是那个欧坎纳，在雷根时代，他们任命为大法官。美国终身制只有大法官9个人，台湾不一样，台湾有2500个法官。不止啦，我是说现在有2500个法官都是终身制。我本来是终身制的法官，可是我现在看不下，我已经离开了，所以我不是终身制的法官。法官的终身制，而且不受任何的淘汰、任何的评鉴，法官终身制，终身不做问责。所以这个到底对还不对，我不知道。所以我们现在一直鼓吹，现在的院长一直鼓吹让法官独立，法官独立。所以法官怎么判，你们都不能干涉。不能去摸他，所以难怪法官现在都连证据法则都不管，可以他随便他怎么判，因为没有人敢跟他过问，这对不对？这当然不对呀、要不要改？要改啊！问题是不能改啊！司法院长还是同样一个人呐、要2年半以后才会换人呐、问题换上那个人有没有办法改？我不知道。这欧坎纳法官的非常的好，女性的大法官在美国是第一个女性大法官呢。他们法官是终身制美国的法官不像我们，美国法官其他法官都有评鉴顶多6年，有的3年，日本也一样，都一样，定时的评鉴，不适任就淘汰。我们的法官是只要你一天当法官就可以我们可以当一辈子。其实有时候想想我也很笨我应该是退下来当法官领终身制。我们的终身制跟公教人员不一样，公教人员有3检的，当法官终身没有3检呢。所以有时候说蔡崇义怎么那么傻？所以我应该60岁退下来，就享受终身制。我那个终身制的薪水很高就比法官少2000块，比现在的法官少2000块。然后我就可以，他们说你就可以做教会的事工。我们有5个同事已经这样做了，但是他有一天发现他的先生
我看到法官先生有老年痴呆症，他很爱他的先生，他也是美国第一个法官，法官可以做到死掉大法官终身制嘛，他第一个就辞掉，我不做了，因为我要陪我的先生。然后他要辞掉的时候，奥巴马那个时代他辞掉，特别帮他国家最高的荣誉。我给各位看一张图，他先生就失智，完全都认不出他。他最后没办法把他先生送到养老院，那每个礼拜去看他先生，他先生把他当作好朋友。然后有一天他先生跟他讲：“我认识一个女孩子，好漂亮哦，我们两个已经恋爱了。”他跟他太太讲说：“我已经恋爱了。”旁边那个不是他太太啊，是他在养老院认识2个失智症的2个恋爱的。听说失智症的很多呢，这是真实的故事。结果他很高兴，他说他知道他先生已经不认识他了，他也知道他先生把他当作好朋友，所以会介绍他的女朋友给他，所以他每天就带了好多东西去看他先生跟他先生的女朋友。他说那就是爱。最后要结束，要跟各位讲这件事情。有一个叫做大卫·弗拉德，他支援到非洲去宣教，带着他的太太，在非洲那个地方在宣教啊，在怎么宣教了1年多，就只有一个黑人的小孩在旁边听他讲话，给他送菜的。他每天因为他对他们的非洲语言也不太懂，就是那个小孩每天听他读圣经，他每天告诉他耶稣爱你，耶稣爱你。那小孩子就学他说 Jesus love you, Jesus love you, Jesus love you。好没有成就感哦！1年就是一个小孩子听他在 Jesus love you。他太太怀孕，生产。生下一个女孩子，生下女孩子的时候，因为那边的医疗很不发达，太太在生产的过程之中，太太死掉了，因太太死去了，他很生气，上帝啊！我为你抛弃所有的一切，到非洲去传道。非洲疟疾那么多，生活条件这么差，我的太太生个女孩子，你竟然让我太太死掉！上帝，你在哪里呀？然后他把这个小孩子抱他们的学校中心。一个专家是说：“我帮你养这个女孩子好了，因为既然没有太太，我的太太可以帮忙照顾。我这个小孩子就送给你，那就是阿基亚。这个阿基亚从小就是被这些其他宣教士收养，他的爸爸就离开了。他说：我不宣教了啦，上帝根本不存在，上帝。然后他爸爸在结婚的时候跟他的子女们讲，生了4个小孩。”永远不要在我的面前提起上帝，我们家永远不能再讲上帝2个字 ，God 这个字绝对不能再讲。怎么办？一天他的爸爸每天都喝酒，生活很糜烂，只要喝完酒以后就开始骂上帝：上帝，你呀，你是什么上帝呀？你将我最信任的太太拿走，我在那边为你工作，你为我做了什么？上帝，你在哪里？我根本不相信你。阿基亚就随着这个传道士一直在长大，在长大这个过程之中，他开始因为他是宣教士的家庭，给他受很好的教育，他也结婚了，有生子。突然有一天，然后突然给他寄了一个瑞典的一个文章，他看不太懂，就请人家帮他翻译。他讲说：“非洲有一个600人的布道团要到瑞典去布道，他里面有提到一个名字，叫做大卫·弗拉德，那边宣教的成果。大卫·弗拉德，那是我爸爸呢。他就跟他先生跑到瑞典的地方，就看到600个人的非洲的宣教团，碰到一个人，他就跟他讲。”我就是大卫·弗拉德的女儿啊！你是不是在我们那边生下来的啊？妈妈过世了嘛？对呀，就在我们那边死掉啊！我就是经常送去的那个小孩子的啊！你爸爸只告诉我 Jesus love you, Jesus love you， 耶稣爱你，耶稣爱你，所以我只有懂得这句话。我们600个人，你们已经600个人了，说你错了，我们不是600个人，我们有11万个人。我们有11万个人，你能不能来非洲？大家都好想念你，好想念你妈妈。你妈妈的墓就在我们的教堂旁边，我们特别把你的妈妈的墓做得很漂亮。
他说他就跟他先生就到非洲去，哇，所有人都好出来，在那边唱歌跳舞。他看到他妈妈的墓，妈妈第一次看到他的妈妈的墓，他没见过他妈妈的面，他只看到他妈妈的墓。可他看到，他说我们在非洲，我们已经从我开始做宣教师，已经有11万个人做传道了，有11万个信徒，我们600个人的传道已经有11万个信徒了。他赶快回去美国，找到他爸爸。他爸爸每天都烂醉如泥，垂垂老矣。他跟他的爸爸讲：“爸爸，爸爸，上帝爱你，不要跟我提上帝。你要来认我没关系，不要在我面前提上帝。爸爸，你记得不是有个小孩吗？是啊，帮你送在那个小孩有啊，我跟他传了1年啊，我就叫他耶稣爱你呀，他也会讲耶稣爱你呀，Jesus love you 啊，来，没有半个人信主啦，上帝是假的。爸爸，非洲已经有11万个人信主了。什么？非洲有11万个人信主，是从那个小孩子开始传教的。那个小孩子带了600个人的布道团，他们要来看你。你再讲一次，爸爸，非洲有11万个人信主，他们要来看你。他爸爸躺在病床上，神啊，对不起，我错了。600个人围在他的病床旁边唱诗歌，在唱诗歌的中间，他的爸爸蒙召，上帝召他走。他最后讲，在走之前讲一句话：上帝，我错了，你真的是爱我。我们一起来祷告。上帝，我错了，你真的是爱我们。我们不知道你的旨意是什么，我们会受苦，但是我们知道这种短暂的痛苦是我们得到将来的大荣耀。你是公义的主，深愿在上帝您，深愿在上帝您替我们做主。我们将我们的劳苦重担摆在十字架的面前，让他得到承担。上帝啊，你看顾我，你帮助我，使阮踮伫阮的顶端。主，阮倚靠你来得胜，来得到平安，来得到喜乐。我来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接下来用信息637首，请咱起立来给你们转首。那难来给。
天长，感谢龙归上主，一听也无限。谢谢，这是咱来奉献。像今日来金红的诗。谢谢。这是我来报告，咱报告在先，请人看今日台语的金句，请咱来谈两遍。台语的金句，对家己来讲的，是求家己的阳光；独独求找伊的阳光，迄个人就是真。伊咧在内面无不义。对家己来讲的，是求家己的阳光。独独求找伊的阳光，迄个人就是真，也伊的内面无不义。约翰福音第7章18节。咱来看侍奉的部分，请咱下礼拜轮到侍奉，才来请咱第一。搁团契的聚会，拢有照常来举行，请咱来时间到的时阵，请咱准时来参加。继续咱看消息的报告吼，咱大先来感谢今日有3个新的兄弟来到伫咱的教会吼。他们在华语已经有参加过一次，但台语我们是再介绍一次，就是那个永兴兄吼的一家人，永兴兄，然后子华姐还有文贤奖，我们很高兴他们来到我们当中来一起敬拜神吼。等一下我们有分享的时候，我们再继续来更详细的互相来分享，这样哈，非常感谢，谢谢。我们也那个3年节哈昨天妈妈的告别式，我想她也非常感谢我们到她的这个济南教会一起跟她母亲哈跟姨子来一起来安慰的哈，而且感谢圣歌队还有去参加的人呐哈。接下来呢，今天我们下午有服务团契吼，伊咧去淡水啦吼，咱12点半赶快伫教会来集合哈。因为开始有咧落雨啦，若是讲今仔雨很大的话，可能会去别的地方。原则上我们是12点半还是在教会集合。如果真的雨太大的话，可能那陈国义长老可能会带去比较近的地方，也是会举行啦吼。如果淡水没有去的话，可能会延期再去这样哈。原则上12点半我们还是在教会集合啊那哈。第二个就是下礼拜天哈，就会召开长执会哈，请长执能够准时来出席哈，来讨论一些教会的一些
将来的一些福音的事工了哈。好接下来我们就继续咱来吟上言402首，上月线咱请林牧师来祝祷。402首，讲叫主你引带我脚步，吟诗线咱请林牧师来祝祷。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时时刻刻甲大家三角地地，对即时起，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遮济别多避讳。这是咱来甲聚会来做行平安礼这样，平安礼了后，咱请蔡长老佮继续咱的小组。我们一起来。大家来互相请安一下吼，嘿，大家拢变足客气的吼。平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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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喂，小安，真的呢？哦，你安尼今仔有生，你安尼有生爱斯基摩人哦。真的，看到你就欢喜，嘿，嘿。你到哪里？你哪里？来介绍一下。小安真真，做囡仔时代，因爸爸，我拢对因爸爸咧传道嘛。